来看一下建国牌咧讲啥物笑话。看到你的朋友分享这个鸦片书的时，你用的毋知讲是安怎会跳到这个结论。嘿，对啊，我是讲认真诶，就我伫外口，我伫外口讲，我即摆咧做建国运动诶时阵，拢有人会问讲是安怎你定讲你定讲台语？嘿啊，是安怎定要讲台语？想要挑工，是安怎要挑工要讲台语？因为伫咧即个都市顶悬，即摆讲母语，敢若变成一种足无正常诶代志啊！就是你听就知影讲，这个人一定是挑工诶。嘿，啊是安怎要挑工？是安怎要挑工？咱即摆佫无一个国家来保护咱的母语啊，咱的母语用要死去啊，咱就要用雕工的方式走互咱母语活下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嘛是即条路行了足久，我才有即种体认，就是讲语言这个物件，有足侪人会甲伊当作是一种工具尔，语言即种物件就是工具尔啊，就是好讲会当沟通就好啊。嘿啊，大家讲啥物语言就讲啥物语言就好啊。嘿啊，网络顶悬大家写啥物文就用啥物文，较好宣传啊。安尼较有媒体声量啊！哎呀，我写白话字无人看有，我写台文无人要读，我写方言是较好。哎呀，啊，毋过语言这个物件，伊到底是啊，互你哦。你想要是直个？对啊，以前都是直个。小等者，继续种问题。哦，就是讲。有人要调一个无？要调爱停开，爱关着。你好啊，你平好啊。如果无电视啊，这电视接袂住。好啊，遮好啊。遮好啊。遮无好。好啊，忘紧啦。哦，开者一定用胶了，一定用好。就是讲，你甲语言当作是工具的时阵，就是较侪人讲的语言，就是较好用嘛，对无？安尼我就感觉足奇怪，是安怎？大家即摆无全部拢改做讲英语？英语就是上侪人讲的语言啊。迄中国人语的讲语人做，这是英语偌济。好，拜托一个，即摆大家拢知影讲国际社会就是咧讲英语嘛，对无？嘿啊，啊，若准讲你感觉语言这个物件就是工具，就是好用就好的时阵，是安怎咱莫大家拢改做去用英语？好啦，就算讲即摆讲中国话的人较侪就好啊。啊，即摆讲中国话，啊写中国字的人。若准讲真正是即个地球顶悬是统治的时阵，因就是写简体字啊，是安怎咱无要对因写简体字？是安怎咱要写迄个较复杂的字？这侪人坚持要用伊种繁体中文、正体中文。而且你写简体字的时阵，佫有人咧收气呢，讲啊，迄是中国的字。嘿，对啊，强安咧写的字，佫会气噗噗。对啊。你伫即个会甲人笑的即个过程当中，你就看会出来讲，其实文字这个物件、语言这个物件，你对伊加减拢是有感情的。就是这个物件，你嘛知影讲，伊毋是干那一个工具尔。就是你咧使用语言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即种语言就会派去一种文化。就是你写中国话，你感觉迄个啥物较复杂的迄个繁体字。较水的时阵，你就已经毋是为使用的角度，你都毋是家己当作是工具尔。你就知影讲，迄个物件就是一种文化。所以讲，语言即种物件毋是干一个工具尔。你用啥物语言，你就代表啥物文化，你就代表迄个民族的精神。迄个就代表着迄个民族的迄个背景，伊的历史，嘿，伊的各种物件。所以讲，语言这个物件，当然伊毋是单纯一个工具尔。无，即摆咱应该拢是写简体字，啊无就是讲英语。就是讲，你我讲的就是讲，因为语言母语语言可能是种工具，我母语绝对无可能是干一个工具。对，安尼话又佫讲倒转来啊，就是讲，阮咧讲语言这个物件，毋是干那是一个工具的时阵。安尼就是代表讲，这个物件是有文化上的意义的。安尼就会当。一个身份认同上的意义。对，安尼就会当入去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用啥物字，就是代表你是啥物文化的。就是比如讲，你写英文讲英语，啊，讲英文写英语的，这是啥物文化？
讲的是英国文化嘛，对无？对啊，嘿啊，你写日文，讲日语的时阵，这是代表什么文化？日本文绝对是代表日本文化嘛。安尼个讲倒转来，伫咧中华民国下骹，你咧讲北京语，你咧写中国字的时阵，请问这是什么文化？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嘛，你搁要欺骗什么人？对啊，嘿啊，就是即摆咱讲国语，即摆咱讲所有的国语，什么写字仔话，写讲字仔话、写字仔字的时阵，你就是承认讲家己是一个正中国的中国人嘛。嘿啊，用什么你就代表什么文化嘛，讲什么语言就代表什么文化嘛。对啊。安尼，我就一个问题就简单啊，请问什么语言能代表台湾文化？什么语言是代表台湾文化？即摆真侪进步方面啊，国民我族主义吼，你讲啥物款的民国，啥物款的民族，你加做一个新的国家都有法度。啊，对种问题是，后面啊变倒。都变互伊看。对啊，都毋是讲遮尔啊单纯啊。就是讲，对我来讲，其实这个问题真单纯啦，就是你讲台语写台文，这就是台湾文化。你讲客家话，写客家字的，迄就是客家文化。这非常简单啊！你讲你是板仔人，你讲板仔语，你写板仔文，你就是板仔，就是遮尔简单尔。你是啥物人，你就讲啥物语言，你就写啥物字。就是讲，反正若是阮遮真侪在开始派建议派，阮的立场无可能去反对多元的台湾文化。可是安怎咱的多元的文化无法度正常去发展，一个死去，原因伫倒位？原因就是因为咱阮一个语族面顶悬就是个华语霸权，对。所以咱就爱入到后一个步骤。对，就是讲，我这边澄清一下，咱这边无要讲啥物，你一定爱讲台语啦，我无这种代志啊。我即摆讲的就是，你无要讲台语，你就毋是台湾人啦，就是这个简单尔。嘿啊，要完全欢迎啦。嘿啊。你个台湾人甲伊迄种台湾人，定义是无共款的哦。你要讲北京话，你要做台湾人，迄是恁兜的代志。毋过你爱讲台湾话，写台湾文，你就是台湾人。对。就是遮简单的代志尔。我无讲你袂当去写客家文，还是讲写迄房仔，还是文朗，迄拢是恁的代志。我是讲真正，我无咧阻挡你。吼，恁有恁的困境，阮嘛有阮的困境。一个所在啊，特别典型就是台湾人甲福摩萨在多数面顶人民是一个两件无共款的代志。因为其实讲台湾这名吼，到底是现在是用伫即个语族，还是用伫即多数面顶啊？你有兴趣家己去查者。这答案真清晰哦。嘿，讲实在要对换嘛会使啦，无即摆我讲的语言叫做客家语，你会讲的语言叫做台湾话，要换无？要换就来换，对无？嘛会使，我讲真正嘛会使啊。就讲恁后要承担对台语吼，遮尔济丑化吼，遮尔济抽化搁较污名化即款攻击吼。其实大家拢都是讲台语就是爽，面对着即款的大众的较抽化的时阵，恁后尾做伙出来承担无嘛？伊感觉就是阮讲种台语就是爽，是着讲即个是，恁就要甲阮切换。大家讲要，阮要代表台语吼，即分台湾多数面顶上大一个族群的武器的时阵。